當晚西秀山一眾獵者返到去嘅時候，項少龍已經帶住紀嫣然、趙志同18鐵衛急急上路，趕去秦楚邊界同滕毅會合。自從趙善、春營佢哋遇襲身亡之後，項少龍從來未試過好似而家咁，個人反而鬆一口氣。莫敖死咗，小盤得到軍方全面支持，勢力更大。朱姬又因內艾同呂不韋開始有嫌隙，形勢一轉，照計自己應該可以過返啲安穩日子，但偏偏心口又好似壓住一塊影咁，揮唔走。當日出使前，邊估到會遇上噩夢，直至今晚狠狠打擊過呂不韋，先叫做勉強喘定啖氣。命運難測，佢已經變成驚弓之鳥。佢跟住祖先同滕毅講定嘅路線，日夜兼程。7日後越過東嶺，地勢漸漸平坦。呢晚喺一條小河邊紮營生火，唔知點解項少龍一路心水不寧，烏延住經線佢哋打返嚟嘅野味，佢睇都提唔起興。紀嫣然望住佢，奇怪咁問：項郎，你有心事？趙志笑笑口，係咪掛住芳妹同寶兒佢哋啊？項少龍盯住篝火，沉聲道：唔係。我有種好唔安嘅感覺，其實自離開咸陽之後就有，只係今晚特別強烈。紀嫣然面色一變：項郎，你唔係普通人，你有預感，多數真係有事。佢轉向另一堆火旁嘅鐵衛：你哋聽到未？經善即刻起身，我哋而家去偵查。18鐵衛一向對項少龍信到入骨，聽佢咁講，個個即刻提高戒備，分頭摸黑出去。鐵衛走咗之後，趙志皺眉，照計冇人會跟蹤我哋啦。呂不韋嗰邊啲人而家俾小晉同禁衛釘到死，想喐都難。呢件事真係唔明。紀嫣然柔聲道：會唔會係其他事令項郎心唔定？表面睇真係唔應該有人跟。項少龍苦笑：我未去到咁神，可以感應到遠處啲事。我只係多年喺險境打滾，對伏兵同尾隨特別敏感，好快有答案。經善個鼻比獵犬仲靈。趙志有啲怯，偎入佢懷裏，低聲：我有啲驚。項少龍知佢諗起趙善嗰次慘死，心入面一軟，攬緊佢。有我喺度，冇人傷得你半條毫毛。紀嫣然抬頭望天，輕聲：如果真係有人一路追住我哋，今晚地勢平坦，你個不安強烈就更有道理。因為一聲慘叫劃破夜色，趙志面都白咗。呢個唔係烏達把聲咩？烏達係18鐵衛之一，精靈又快手。如果佢都咁快中招，對方唔係身手高得離譜，就係布置得極巧。項少龍同兩女即刻起身，各自攞兵器箭矢解開馬繩，但佢哋唔敢熄火，一熄就同其他鐵衛斷咗聯繫。火光反而長喺度宣告危險已經請上門。佢哋對敵人係乜水？喺邊？點部署？完全零頭緒。唔耐，經善等人慌忙返嚟，個個面帶悲憤。烏達比烏延住背住，背同脅下，各中一箭，成身血，氣若游絲。趙志一見烏達變成咁，眼淚即刻跌落嚟。烏書想衝去熄火，項少龍喝住：唔好熄，嫣然先幫烏達止血，截斷箭桿，箭速千祈唔好亂喐。紀嫣然早已上手救治，烏延住等同烏達情同手足，個個雙眼都紅晒。項少龍知而家係生死關頭，越要冷靜。嚟嘅係乜人？點布置？烏達點中箭？眾人望向烏延住，佢同烏達一組，其他人暫未正面撞上敵。烏延住壓壓悲傷：我同烏達向東摸，諗住爬上個小丘頂睇形勢。突然就有冷箭射過嚟，項少龍心跳即刻加速。東面就係去楚境條路，咁即係話敵人好可能已經完成包圍。夜咁黑，敵人未必敢亂攻，但天一亮就可能係佢哋嘅末日。趙志忽然失聲痛哭，眾人心頭一沉，望向地上嘅烏達，果然斷咗氣。烏延住等要撲過去，項少龍一手攔住，喝道：等我盡人事先。諗起後世學返嚟嘅急救法，烏達本來強壯，兩箭未必即刻致命，而家突然一氣，可能係失血過多令心臟暫停。項少龍即刻叫人將烏達放平，用手有節奏咁敲擊同按壓胸口。幾下後，烏達全身一震，竟然重新呼吸，心跳返嚟，連人工呼吸都唔使。紀嫣然同趙志睇到目瞪口呆。
項少龍抽出匕首，低聲同烏達講：千祈唔好瞓着，唔係你就冇命。佢狠心掹出箭簇，紀嫣然即刻敷藥止血，之後叫人砍削樹幹做擔架。眾鐵衛見佢連死咗嘅人都救返，士氣即刻被拉起。包紮妥當後，趙志眼神崇敬：夫君真係竟然救返個死人。紀嫣然淡淡道：我對我哋夫君層出不窮嘅本領見怪不怪。佢環顧黑林荒野，壓低聲：不過我哋一直忽略咗一個人，項狼估到係邊個未？項少龍脫口而出：杜弼。趙志驚呼一聲，紀嫣然點頭：就係佢。高陵軍嗰次人馬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嚟搞事，背後一定有佢出力。依家佢以為你真係奉命出嚟查同高陵軍勾結嘅人，就一路吊住我哋條尾，機會下手。項少龍冷哼，佢一直喺旁邊等機會渾水摸魚。紀嫣然輕嘆，亦睇得出跟蹤我哋嘅人應該唔多，但個個都係高手。趙志面色更白，仲有2個幾時辰就天亮，點算？擔架整好，烏達被放上去，眾人等項少龍指令。項少龍忽然親咗紀嫣然面頰一下，笑道：就憑你一句救咗我哋所有人。跟住對眾人道：敵人射烏達係因為人手唔多，封唔死成個林，只能先下馬威，等我哋唔敢亂走。眾人精神一振，但又即刻沉翻落去。四周黑到伸手不見五指，既唔利敵攻，亦唔利己走，因為方向都難辨。項少龍沉聲：敵人要用小人攔我哋，一定要佔高地控住下面，我哋就沿溪涉水走低處，唔怕迷路，兩邊泥埠又可以擋箭。佢微微一笑：無燈火盲射有咩準繩？於是眾人牽馬入水，溪水深到近腰，佢哋一步一步靜靜前行。烏家精兵團多數訓練都係摸黑行軍，呢種夜行涉水只係小菜一碟，更難得係20幾匹戰馬都乖乖撳成。前面係舉盾嘅烏書同京善，京善最識山野夜路，兩人抬擔架照顧烏達，其他人包括紀嫣然同趙志，個個持弩箭，隨時扣機括，行咗10幾丈。關鍵時刻度，溪流水聲樁樁，正好蓋住佢哋涉水聲。林木密到遮晒星光，空氣滿係泥土苦熱味。再行10幾步，溪床忽然低陷，兩岸土崖高起1丈有多，黑到睇唔到五指。就喺呢刻，左岸近處響起一陣猛烈咳嗽，眾人心頭一寒，停晒。喺呢種地勢，敵若居高亂戰，佢哋冇可能活喎。右岸又有聲音罵咗2句，想嚇死人呀！咳到連遊魂野鬼都出嚟。左岸有人低笑：你哋都俾項少龍嚇怕咗，射到佢一個人之後，佢仲敢亂撞。再講我哋喺要道布晒半馬索，連水道都冇放過。嘿，中諸人聽到冷汗直冒，好險！京善趁對方講話分心，即刻把盾交俾烏書，自己拔匕首向前摸，連續割斷3條半馬索，清出通道。正要再走，左方林內傳來足音，傳信兵道低聲道：伯爺有命，天亮照原定路線進攻，割到項少龍人頭賞500金，生擒幾才女賞1000金。明。溪中眾人聽到都呆咗幾嫣然，竟然比項少龍人頭值錢1倍，可佢哋邊有心情計身價？京善帶路，佢哋以悄無聲息走遠。天一亮，佢哋已離開險境2里有多，上咗一座山丘頂遠望。烏達情況穩定，眾人心情好返啲。鐵衛分散四方警戒，仲有人爬樹擴闊視野。山下草原無垠，林海起伏，飛鳥成群掠過。春光明媚，但冇人有閒情欣賞。項少龍同2位嬌妻伏喺大石後，紀嫣然貼耳細語。昨晚佢哋話頭領姓白，杜弼家章入面有個白非北方馬賊出身，最善追蹤暗襲。若真係佢，我哋會好危險。項少龍皺眉：你點解咁熟杜弼嗰邊嘅人？紀嫣然柔聲：我關心你嘛，你冇時間做嘅嘢我做。青子雖然深居簡出，其實好留心天下事。白非嘅消息係佢幫我打聽返嚟。項少龍凝望昨夜紮營處，咁就好。只要睇邊個帶頭領路，嗰個多半就係白非。我哋隨準機會一箭送佢上路，煩惱就少好多。太陽喺東方露面時，遠處人聲馬嘶，約500敵人分5組穿林，越野追來。領頭一組最少得50幾人，但行得極快。
更恐怖係佢哋只係項少龍等人上岸點停咗一陣，就準確無誤循路追上，追蹤本事冷到入骨。紀嫣然拎住特製強弩，要用腳蹬上箭，射程極遠，居高臨下更利。白飛理應行最前，只要出臨一刻露空，就係致命時機。但白飛非常狡猾，永遠貼住林影走，唔俾你一個乾淨角度。終於白飛到一處疏林，紀嫣然唔再等，扣機括，咔！機括聲一響，白飛竟然即刻翻身避開，弩箭擦過馬背，插入草叢。下一刻，烏然駐等，鐵衛箭雨齊發，白飛坐騎中箭倒地，但白飛人影已經消失。原來佢耳朵同鼻同眼一樣靈。敵人一陣混亂，紛紛下馬四散掩護。項少龍心一沉，殺唔到白飛。之後就係一場貓捉老鼠式嘅苦戰。果然之後逃咗3日3夜，敵人時近時遠，緊追不捨。到第4日，最怕嘅事發生，一匹戰馬忽然長嘶，前蹄跪落去，跟住整匹轟然倒地，把趙志拋落草原。眾人急急落馬扶起趙志，又把綁喺馬背擔架嘅烏達放低。項少龍望住遠方橫行地平線嘅秦嶺，積雪峰頂連成一線，心入面一片茫然。平原上無處可藏，但要去秦嶺，即使馬最精神都要3日。而家馬已撐唔住，點行？經線匯報，敵人陳頭仲喺5里外，速度慢咗，真係氣死人。我哋用咗好多手段想蠱惑佢哋，全部俾白飛識破。項少龍又煩又累，走去睇烏達。紀嫣然起身拉佢一旁，烏達全身發熱，神志迷糊。再趕路，我怕佢捱唔到秦嶺。項少龍望住秦嶺發呆，紀嫣然指住其中一座特別高嘅雪峰，如果冇估錯，嗰座應該係太白山。咁睇我哋向東偏離原路近百里，難怪追唔上騰二哥。逆照斜落，項少龍吩咐眾人暫歇，拉紀嫣然上小丘眺望。敵人亦停下整頓，隱約傳來馬嘶。左後方有一道大河，由西北蜿蜒向東。紀嫣然道：聽講太白山有神泉，熱到可以煮食，又可以療傷生機。若去到烏達，可能有救。項少龍道：應該係溫泉。講到一半，見紀嫣然發呆，知自己又講漏嘴，忙攬住佢，遲啲再同你解。眼前首務係入秦嶺。佢指住大河：如果你係白飛，見到條河咁方便，你會點諗？紀嫣然眼睛一亮，梗係怕你伐木造法，順河走人。項少龍問：咁你會點做？紀嫣然答得快：我會雙管齊下，夜晚派人摸黑追過嚟，同時伐木造法，沿河急追，甚至可能先一步去前面截你。到時你前虎後狼，插翼難飛。遠處疏林宿鳥忽然驚起，項少龍微笑：你一句做法，今晚我哋就穩操勝券。紀嫣然愕然：你真係要做法？但林木稀疏，要整到載得人馬嘅法，冇成晚做唔到。敵人早到啦。項少龍手掌落到佢腰間，似萬不經意。我哋唔係心有靈犀一點通咩？今次你竟然估唔到我諗咩？紀嫣然嬌吟一聲，投入佢懷裏，抱到好緊。心有靈犀一點通，真係迷死人。而項少龍嘅鬥志，亦喺絕境入面被逼反出嚟。夜深彎月上中天，厚雲壓頂，林野殺機四伏。項少龍等伏喺大河對岸，離敵較遠位置，弩箭上弦，蓄勢待發，戰馬帶去遠處休息。忽然敵人方向宿鳥再度驚飛，地面部隊已經摸過嚟，水聲隱隱，上游出現10幾條木筏，影子順流飄落，果然水陸兩路齊攻。但項少龍根本唔理陸路，因為佢早先故意喺另一邊離岸半里嘅疏林整出伐木聲，營造我哋做法假象，敵人一定以嗰處為主攻點，等佢哋知中計已經遲暈。而且敵人幾個鐘內做到10幾條筏，意味住幾乎全員落手冇休息，仲急追3日3夜疲到爆。相反，項少龍呢邊至少多喘咗幾個鐘，已經贏咗一半。佢哋雖然只得20人，但分散埋伏喺近100丈崖岸，借石借樹借身，居高臨下，佔盡地利。木筏越飄越近，筏上人伏低，外圈以盾護身，內圈搭弓戒備。項少龍等完全唔出聲，等到第一筏入近距離5丈、4丈、3丈，筏上2人用長杆撐，免得撞岸石。呢段河道石多水急，正係項少龍揀中埋伏嘅原因。
對岸嗰片疏林忽然喊殺震天，火把衝天，照紅半邊天。敵人陸軍果然衝去假目標。項少龍知道時機到，一扣機括，第一支弩箭破空而下，正中法相撐杆者。對方慘叫一聲，倒跌入河，戰鬥揭幕。敵人驚而不亂，盾牌高舉，亂箭向兩岸蠻射，當然射唔中任何人。項少龍正要佢哋咁做，反而唔急住狂射，只吆喝作態，逼對方更慌。下一刻，法相突然慘叫四起，人影連番翻飛落水。原來項少龍早喺河灣位用10幾條巨藤攔河繫住，木筏高速撞上去，法相人根本企唔穩，連盾弓都甩晒。呢一弩箭才真正落雨般射入河中。第二發同樣撞藤翻人，第三發想靠邊避，但後面發留唔住勢，猛撞上去，幾條發搞成一團。河道寬唔過2丈，前面2發橫攔，後面10多發即刻撞埋一堆，人心一亂，紛紛跳水逃命，空發同血水一齊往下游飄。項少龍見收割到位，即刻打招呼撤退，眾人狂奔半里，喺下游遇到烏光同烏德。烏德喺度勾到4條法子，可以走啦。法子順流而下，趙志興奮到狂吻項少龍，紀嫣然嘆服：借敵之法，以法破敵，再拎法走人呢種計，得你諗到。今次除非白飛真係識飛，唔係追唔上我哋。項少龍抬頭望星空微笑，佢哋仲有近10條法，不過按每法15人計，最多100幾人追得上。嚟嘅都係高手都好，我哋1擋5都夠，加上佢哋皮到散，到秦嶺再教訓佢哋一次就可以好好休養，順便欣賞冰川。烏延駐等聽到又驚又熱血，幾日俾人追到似狗咁，早已受夠，反而希望敵人追上嚟還手。越近秦嶺，林木越密，本來要3日嘅路，1晚就靠水路走完。清晨佢哋棄法登岸，故意行開一段，安置烏達同馬匹，留趙志同烏江看守，其餘人折返登岸位，裝好弩箭，恭候追兵。項少龍同紀嫣然靠坐亂石後，肩頭相貼，苦中帶甜。項少龍望住佢，眼神發亮，問：我嘅才女又喺度諗乜？紀嫣然將頭枕喺佢肩上，痴痴道：我喺度諗，如果當年我唔放下面子，厚顏以身相許，而家仲困喺大梁，日日苦戀你，咁就慘透。項少龍心頭一熱，冇幾才女做我嬌妻，呢個缺陷會折磨我一世。紀嫣然醒一聲：你先唔會，男人以事業為重，又天生見一個愛一個，唔好哄我。項少龍失笑：咁諗對你冇好處，我講真心，別忘咗你比我個頭仲值多1倍金。紀嫣然憤言：倒逼要人命唔夠，仲想育人之妻，遲啲我一定同佢算賬喎。暗號鳥鳴傳來敵人島，唔知係咪昨晚撞壞咗法，今次只嚟7條，但每條塞到20人，法都浸到好低，飄得慢，法一拐彎就撞上項少龍等人故意橫割河心，3條綁埋一齊嘅廢法障礙，7法即刻搞成一團，其中3法更傾側翻沉，敵人狼狽跳水爬上岸。項少龍一聲令下，伏兵齊發弩箭，正如佢估，敵人3日3夜冇合眼，仲挨過通宵做法，士氣崩到散。伏擊一到，人人只顧逃命，鮮血染紅河水。登岸嘅避唔開箭，水入面嘅更慘。轉眼間20人中箭，100幾人潰散往上游逃，混亂中根本睇唔清邊個係白飛。項少龍拔出血浪，帶頭衝出追殺10幾個爬上岸嘅殘兵，對方似俾佢威名嚇破膽，一見佢就唔敢打，全跳反入水，拼命向上游臭逃。預期嘅硬仗竟然打唔成，項少龍喝止手下追殺，從容撤離4日追殺，總算告一段落。入到秦嶺，山澗清泉，草木繁盛，高山上仲有湖泊，叫人忍唔住諗，當年冰川退去，水聚成湖，天地造化真係奇。遇上遇冷，風急雲湧，青松似浮喺雲海。但因為偏離原路太多，嚴格講，佢哋其實早迷路。不過重創敵人後，眾人興奮，又怕敵人後援再追，唯有倉卒入山，抱住跨過秦嶺就到楚境嘅信念，先過咗再算。黃昏前，佢哋喺一個霧氣濃重嘅低谷紮營，人人換上御寒皮裘，鐵衛分工，
有人劈樹生火，有人拎草料餵馬。紀嫣然同趙志為烏達換藥，烏達醒返，知已脫險，高興同感動到流眼淚，精神都好返。經線同烏書打咗隻山鹿返嚟，又報告谷外發現溫泉，全隊更開心。紀嫣然同趙志急到等唔切，命經線烏江抬烏達，仲拖住項少龍一齊去最大嘅溫泉。出谷口，景色豁然，群峰對峙，植物隨高度分帶，泉水沿谷口流過，熱氣升騰。佢哋逆流行200步，喺老涌環抱之間見到一個半丈闊溫池，深10幾尺，泉水由紫黑花崗岩孔中流出，仙境一樣。趙志伸手一試，立刻縮返。哎喲，咁熱，點沖涼呀？烏書恭敬道：小人返去攞桶，舀上嚟放陣就涼，可以用。紀嫣然一臉惋惜，唔整個人浸落去好冇情趣。項少龍笑：放心，我哋走錯方向啫。沿下游行，泉水應該會再聚成潭，喺空氣度放耐咗，溫度會適合。兩女即刻精神返晒，帶頭向下睇。走500步，攀過幾堆大石，一個翠綠大潭好似天然寶鏡嵌喺石台上，四周林密水清，熱氣明顯細咗。兩女歡呼，試水後果然可接受，差啲就跳落去。烏江等放低烏達，兩女替佢除上衣，用溫潭水洗傷口。項少龍見傷口已經好7、8成，心都開，只要退燒，應該好快復原。烏達俾熱水沖得舒服，呻吟道：兩位夫人，小人可唔可以成個浸落去？紀嫣然俏臉微紅，起身吩咐經線同烏光：你哋兄弟聽到未？仲唔嚟侍候佢？兩個小子應命替烏達更衣入潭。項少龍同兩女就移到潭另一邊高崖，悠然坐低，望住廣闊壯麗嘅山景。下方係百丈深峽谷，懸崖峭壁相對，蔥柏立於崖頂。石照昏暗，霧氣喺峰巒間飄搖，美到令人講唔出聲。兩女一左一右挽住項少龍手臂，靜靜同佢一齊望。睇咗一陣，項少龍忽然問：嫣然以前去過楚國，對楚國嘅歷史熟唔熟？紀嫣然橫咗佢一眼，親得嚟又媚，偏偏唔出聲。項少龍一時間摸唔到頭腦，仲以為自己又講錯咗乜。趙志見勢色唔對，即刻幫佢打圓場，笑住道：夫君大人竟然咁懷疑嫣然姐空中所學，真係應該俾人打佢一頓。背後傳嚟烏達一聲又一聲，舒服到入心入肺嘅呻吟。項少龍扭頭一望，嚇咗一跳，唔止烏達，連經線同烏江都一絲不掛浸喺溫潭度，仲朝佢揮手，擺明話：靜呀，入嚟啦。項少龍忍唔住失笑，拱手作狀道：好娘子幾才女，為夫口不擇言，恕罪恕罪。咁我請教，楚國以前有乜輝煌，而家國勢又點樣？紀嫣然本來仲有啲親，聽佢咁講，面色就回暖，聲音清甜。楚國確實強極一時，幾乎攞晒南方啲富庶土地。講到呢度，佢眼神忽然飄咗飄，帶住一抹惘然，似係想起越國亡喺強楚之手。項少龍俯身親咗佢面頰一下，柔聲空道：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過咗就過咗，嫣然唔好再轉牛角尖。紀嫣然同趙志同時一震，像俾佢一句話擊中心口。項少龍自己都暗暗叫苦，又偷用咗後世嘅句子，唯有苦笑一聲。紀嫣然反而讚嘆：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，味道好深，聽到人都想嘆。夫君講得真係入骨，趙志眼都迷埋。夫君坐住對夕陽，隨口就成章，真係了得。項少龍更覺心虛，趕緊岔開。好啦好啦，嫣然你仲未講而家楚國形勢卡。紀嫣然望住夕照，講得似夢似醒。楚懷王末年，秦國商鞅變法後一路強起，連橫兼並，屢屢得手。楚國想合縱抗秦，反而步步失利。丹陽、藍田兩戰都輸得慘，最大打擊係失咗漢中同商於600里。之後楚國國策只好轉向夫君，想唔想聽細節？項少龍雖然唔太清楚啲地名，但大概明白成件事嘅走向，點頭道：反正嗰3個小子都唔肯咁快上嚟，當閒話咁聽咯。趙志其實唔知烏光同經線都落咗水，忍唔住回頭望，見到一堆赤條條人影，即刻面紅到耳根，急急別開面。
項少龍見佢咁害羞，心裏暗笑，換咗趙雅或者善柔，恐怕仲會笑反轉頭。佢諗起兩人，心頭一熱，幾嫣然續道：楚懷王俾人騙去秦國，受困而死。楚國自此一蹶不振，頃商王上位，再冇力向東北擴張，只好向西南開拓，派大將莊祥沿沅江入端，出且蘭、黑夜郎，喺西南立咗一堆受楚統轄嘅諸侯國。楚人靠顛地支持，再向西南伸展，佔咗巴蜀大片土地，勢力直抵大江兩岸。項少龍聽到呢度，先明白楚人點解喺合縱抗秦時屢屢退縮，北面頂住秦，後方又要經營西南，根本分身乏術。趙志好奇，聽落國土大咗，應該係好事啊？點解嫣然姐話有得有失？紀嫣然淡淡道：地大咗，軍力同統治壓力就跟住大。楚人比秦，逼到先後3次遷都，秦佔咗毛、黔兩郡之後，莊傳等楚貴族各自稱王，顛、夜郎、文山、且蘭、朗等後國互不統屬。頃商王雖然試過反攻，奪返江旁15邑作郡，但大局仍係捱打。到而家孝烈王逼住割地求和，失咗半壁江山，又要向東南遷都巨陽。之後雖然滅魯，但對住秦兵仍係輸多贏少，地方勢力更大，最後只好再遷都壽春。青陽以西進入大秦，楚而家只係苟延殘喘，所以李元同我講振興楚國，我半句都聽唔入耳。趙之皺眉，李元真係蠢，明知嫣然姐最唔中意楚人，紀嫣然搖頭，又唔可以話得咁絕。亡國之恨固然有，但幾百年嚟本來就係強國吞小國，若計滅國數量，楚人都算最狠嘅一個。楚統一東南半壁江山，對中原文化影響深遠，吞我越後，影響力沿大江一路擴到淮、泗、南海。楚文化多姿多彩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吞併太多國同部族，又靠通婚融合文化，但政治上反而變包袱。楚地方勢力大到孝烈王，好多時都唔能夠話做就做。佢哋抗秦反覆搖擺，背後其實有苦衷。同嬌妻一直話勝讀10年書，項少龍胸襟忽然闊咗一大截，腦海甚至擴到整個天下去。佢諗到將來小盤會把咁多國家、文化、民族、人才拉埋一齊，心裏起咗一陣天搖地闊嘅豪情，而自己似乎又真係推動咗呢個大勢。風聲烈烈，烏達同荊善、烏光玉霸上岸，為佢哋點起火把，紅光驅走昏暗，兩女歡呼跳起身。烏達像換咗個人，精神奕奕，甚至可以俾人扶住行走。項少龍見溫泉果然神奇，嘖嘖稱奇，而家溫潭就變咗佢哋嘅私天地。兩女歡衣解帶，項少龍即刻火起，跟住他們一齊躍入溫熱嘅潭水，水聲輕響，夜色更深，攀高折低，上坡落坡，喺秦嶺趕咗近5日路，佢哋先真正肯定迷路迷到唔知去咗邊。秦嶺雖然峰峰成景，但人人都冇心機欣賞。夜晚野狼躺叫忽近忽遠，似係一路尾隨，搞到個個瞓唔安。唯一好事係烏達慢慢康復，已經可以自己行，大大減輕負擔。項少龍行軍經驗豐富，靠應日月星辰，死死咬住東南方向走，心先定少少。佢估一旦跨過秦嶺之脈，應該就入楚境某處。再行2日，2匹戰馬捱唔住跌死，地勢終於開始向下延伸，天氣回暖，再見唔到令人發冷嘅冰川，松樹唔再積雪，眾人心情好返。呢晚佢哋賴到個靠山嘅台地紮營，食過晚膳，除咗值夜嘅人，其餘都轉返帳，山中無事。項少龍同兩女反而覺得如魚得水。紀嫣然平時喺其他妻婢面前好矜持，唔會同室歡好，但喺呢種逃亡後嘅特別處境，再加上同趙志以無芥蒂，佢終於放開，項少龍自然享盡溫柔。相擁而眠之際，趙志忽然低聲：今晚狼群點解叫得特別勁？項少龍側耳一聽，狼拱集中喺東南低坡一帶，佢覺得奇怪，但要佢離開暖被窩，同2個嬌妻出帳，打死都唔肯。
佢笑道：可能佢哋知道兩位最嫩滑嘅佳人就要走，特登開歡送會啩。兩女即刻撒嬌，喺被窩扭作一團，帳內春意正濃。點知郎講聲女，忽然夾雜住人嘅喝叫聲，亂到不得了。項少龍一翻身跳起，囑咐兩女留喺帳內，自己衝出去。兩女想跟都跟唔到，真係又累又遠，只好乖乖留守。項少龍出帳，見全隊人都已經到齊候命，佢吩咐大部分人留守營地，自己點起火把，帶住荊善、荊岐、烏光、烏延柱、烏舒5名最得力手下，朝聲音來源趕去。翻過一個山頭，六人持弩落長波，狼童同野獸絲毫清楚起來。狼群正圍攻某個目標，未到波底，10幾頭狼以後到人未，轉頭就撲上嚟。狼奔如電，綠幽幽嘅眼反着火光，白牙深深，逼到人頭皮發麻。6支弩箭齊發，6頭狼當場慘屍，跌返谷底。但仲有近10頭狼唔怕死咁衝上嚟，根本冇時間再裝弩，人人拔劍迎上，血花四濺，狼嚎四起。狼好靈，6人雖然身手高，又有護甲，仍然忙到喘。項少龍斬死一頭，另一頭已則跳離地，直咬佢喉嚨。項少龍大喝，右腳踢中狼胸，惡狼竟低頭一口咬住佢靴。幸好佢回劍一劃，削中狼眼，惡狼慘叫退走，靴面已留2個心齒印，狼牙之利可想而知。荊善、荊岐兩兄弟習慣狩獵，追尋住劍揮腳踢，加埋火把逼迫，硬把新衝上嚟嘅狼趕落斜坡。烏江一聲悶哼，俾一頭側撲惡狼撞倒。佢發狠，驚抱住狼身一拋，將惡狼砸去亂石堆，撞到半死，但手臂衣衫盡裂，血流落嚟。待項少龍再踢翻一頭想撲烏江嘅狼，10幾頭狼已死傷逃散。6人一檢視，除咗荊善外，其餘人人多少被咬傷、砸傷。項少龍心底發寒，呢批狼真係悍到離譜。狼駝聲明顯少咗，波底仍隱隱有人呼叫。6人估唔到深山窮谷會撞到其他人，好奇同同情心同時起，結成小陣，一邊裝弩一邊落波。坡底係個4面環山嘅平地，東端聚住近100頭餓狼，不斷向一個矮石坡衝。坡頂隱約見火光，但似乎柴快燒盡，人聲有，影就難見。餓狼見有人倒，戒備散開，幾頭衝嚟嘅即刻俾弩箭射倒。6人學精咗，火把先驅狼，弩箭再連珠發射，狼一隻隻倒低。荊善、荊岐帶頭逼到矮坡底，狼群終於退走到遠處唔敢近。荊善兩兄弟殺出癮，仲追住射多幾下，算係出反啖氣。項少龍見狼群已怯，先放心，向坡上大叫：上面係邊位朋友？有人受傷冇？坡頂現一個人影，抱拳答得體，多謝各位壯士援手，我哋有3人俾狼咬傷，但冇性命之憂，只要再拎枯枝生火，應該捱到天光。項少龍聽出對方言談有禮，但明顯有所顧忌，既唔邀佢哋上坡見面，又唔報來歷，佢都唔介意，大聲回道：咁我哋幫你哋趕走狼群，你哋可落嚟取支添火。講完打個手勢，6人再去驅趕殘狼。第二朝，項少龍仲未梳洗完，就有人來訪。來者方面大耳，形相威武，一身武士服，左臂包紮住，該係昨晚抗狼留下嘅傷。佢見項少龍似係頭領，上前行禮，俾人裝恐，昨晚未及請教恩公大名，今早俾夫人責罵，特來請罪，不知壯士高姓大名。項少龍見佢仲係唔肯表露身份，反而想探自己底，索性直講：兄台既然唔願講來歷行蹤，何必又要問我哋？不如大家當萍水相逢，就此分道。莊孔估唔到佢咁直接，面色一尷尬，但仍沉得住氣，汗顏道：恩公責得啱，只係奉夫人嚴命，不可隨便露底。但我一見恩公，心就歡喜，不如我先回去請示夫人，稍後再來。呢時紀嫣然同趙志拉住手，由林邊返營。莊孔一眼望到兩女，竟然呆咗一呆，顯然想唔到深山會見到如此絕色。項少龍笑笑，唔使麻煩，我哋有急事要即刻起程，就此別過，祝莊兄同貴夫人一路順風。莊孔急急收返目光，誠懇問：恩公係咪要入楚境？
項少龍一愣，呢度落去唔係漢中郡咩？按理仍屬秦地。莊孔反而驚訝，因公怕係迷路，呢度係秦嶺之脈，橫過漢中、南陽兩郡，直抵楚境，方向無錯，再5日路就到。我行過2趟，唔會錯。項少龍心裏暗罵杜碧若唔係俾佢逼離路線，10日前早追上滕奕，點會轉到呢鬼地方？回頭諗都唔敢諗，佢嘆道：你哋都係去楚國。莊孔點頭，正係，若壯士唔嫌棄，可否結伴同行？路上互相照應。項少龍估對方昨晚嚇怕狼群，亦知道自己而家確需要熟路人帶路，沉吟後問：你哋幾多人？莊孔答：除夫人外，仲有5名女眷，1個小孩，同我在內15名侍從。項少龍心想，有佢帶路，至少唔使再走冤枉路。一出秦嶺，到楚境就各走各路，應該唔會有麻煩。於是點頭答應。莊孔大喜，連項少龍姓名都唔再追問，約定一陣喺坡底會合，匆匆走咗。紀嫣然含笑提醒，睇佢衣着款式同口音，呢個莊孔應該係楚國貴族，夫君小心啲。項少龍笑道：咁我暫時叫項賢，你係大夫人，志志係二夫人。今次去楚國做生意，買啲好黃金，佢哋信唔信隨佢。項少龍一行拔營牽馬落坡，坡底早有人等，15男5女同1個小孩。15男有小半大傷，2個人頸面仲見狼爪痕，觸目驚心。除莊孔外，真正算得上好手嘅，只得2人勉強入圍。5女大多披斗篷、紗遮面，2個冇遮紗嘅婦人身形粗壯，樣貌唔醜，但毫不起眼。另外3女身姿娉婷，半遮半掩之下，更顯出侍女嘅高貴神秘。其中一婦身材特高，年紀最大約30出頭，8、9成就係莊孔口中嘅夫人。小孩眉清目秀，眼神精靈，大概11、12歲，望住項少龍等人好奇打量。5女向項少龍等施禮，但目光不由自主落喺紀嫣然同趙志身上。莊夫人先開口，聲音平穩有禮：妾身夫君姓莊，昨夜壯士援手之恩，妾身沒齒難忘。不知先生高姓大名，好教妾身銘記。項少龍上前依禮還禮，笑道：在下項賢，呢2位係絕經，今次去楚國碰碰運氣，睇下可唔可以買到好黃金。點知迷路，反而有緣遇上夫人。呢位小哥兒係令郎？莊夫人答：係，小兒莊寶儀。呢2位係妾身3妹、4妹，尤翠芝同尤靈芝，其餘係我府上僕從。尤氏2女微微覆身，莊夫人目光停喺紀嫣然面上片刻，似想起乜，但冇點破，只道：山中野狼兇悍，我哋明明有防備，仍差點出事，幸得壯士解圍，如今同行，心裏踏實得多。項少龍睇天色，今日起得遲，不如即刻上路。莊夫人點頭，莊孔叫人牽馬，讓莊夫人3姊妹同小孩上馬。莊寶義年紀細，但騎得穩穩陣陣，半點唔怯。眾人開始下山，莊孔果然識路，帶得又準又穩，省咗項少龍等人好多腳骨力。不過3女1孩都要人牽馬，隊伍快唔到邊。一路上兩邊幾乎冇乜交談，只得莊孔間中介紹風光，令項少龍有種跟團旅行嘅古怪悠閒感。夜晚紮營時，莊夫人等躲喺帳內食乾糧，亦婉拒項少龍嘅邀請，始終保持距離。就咁走咗5日，楚境終於在望。呢晚照例紮營，項少龍同紀嫣然、趙志同一眾鐵衛圍住篝火烤野味，隨口談笑。莊孔一行就喺營地另一端食乾糧，依舊唔過嚟。滿月掛中天，照到山野一片金黃，遠處雪峰閃住神秘冷光，間中有狼犅飄嚟，提醒眾人寧靜之下仍危機四伏。趙志鬆一口氣，再過2個山頭就落平地，真係恨不得而家就天光。紀嫣然靠近項少龍，輕聲道：佢哋好緊張。項少龍望過去，果然見莊孔等沉默又坐立不安。佢心想：人哋唔講，問都冇用，自己到楚境都自顧不暇，更無力理人閒事。忽然有一陣狼台近咗，烏光對荊善笑道：你啲老朋友嚟啦，仲叫你出手唔好留情，唔係就用牙同你打招呼喎。荊奇面色凝重，我怕狼群係嚟報仇。荊善亦皺眉唔語。
烏言駐其道，狼都識記仇。驚其道，當然馬認主人係馬姓，狼知邊個係仇人，唔稀奇。趙志聽到心寒，咁你哋快啲諗法子啦。項少龍都心驚呢個台地靠崖，但三面斜坡，樹又密，如果真係竄出幾十幾百頭狼，唔係講笑喎，要有挺重機槍就好喎。烏書最冷靜，笑住回：二夫人吩咐，敢唔從命？不過可唔可以等我哋食飽先，有力氣先開工嘛？趙志即刻向項少龍告狀：烏書耍我又冇話唔俾佢食喎。項少龍大笑：羊腿都快烤焦，快啲切落嚟！我二夫人一有嘢食，乜都忘晒。紀嫣然故作嬌嗔：芝芝係殘嘴鬼咩？講到佢咁唔堪，我要替佢討公道。笑鬧之間，善後驚善等興高采烈去布陷阱，似乎巴不得狼嚟。紀嫣然兩女都走去湊熱鬧，反而項少龍得咗片刻清靜，一個人坐喺火邊出神，思緒翻湧。就喺呢刻，莊夫人揭帳而出，盈盈走嚟，佢著素白長襦，加白披風，戴住聚明珠嘅帽，面紗垂下，喺火光邊行近，真係似由幽冥走出嚟嘅美精靈。項少龍未愕，待佢行到近前，施禮坐下，先問莊夫人點解仲未歇息喎？近距離之下，火光透過薄紗，已遮唔住輪廓。只見佢五官線條帶古典優雅，雖唔及琴青咁驚心動魄，但都係難得一見嘅美人。佢雙眼水汪汪，映住火光閃動，專注盯住項少龍，悠悠一嘆，心裏有事，點瞓得着？呢幾日首次咁近對話，項少龍心裏生出一絲異樣，點頭道：夫人嘅事其實唔使同我講。莊夫人忽然低聲問：壯士係咪已經睇到妾身嘅模樣？項少龍尷尬，喺呢個角度加上火光係多少睇到啲，但佢心裏警惕呢番話有啲挑情味，佢不由聯想到平原夫人、貞皇后成熟美麗嘅女人，往往更懂得用自身條件去換取目的。莊夫人微微垂首，壯士今次入楚真係為咗收購黃巾。項少龍估唔到佢問得咁直，答得更直。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，唔為黃金，邊個會長途跋涉捱風塵？莊夫人沉默片刻，似在細嚼佢句子，然後抬頭，項壯士談吐不凡，又有兩位絕色夫人隨行，貴屬個個像高手。你話只為財貨四處奔波，妾身應該信。項少龍死撐，黃金唔係區區財貨。夫人講笑，莊夫人目光一眨不眨。既然咁，若項壯士護送我哋去滇國，我願以1000面黃金作酬，並可立毒誓，絕不食言。項少龍心頭一震，滇國，佢即刻想起紀嫣然講過，楚向西南開拓，大將莊藏入滇，黑夜郎。後來楚勢轉弱，莊藏等坐地稱王，莊藏不就係滇王？項少龍沉聲問：夫人同滇王莊係咩關係？莊夫人低聲：先王係妾身家翁。項少龍心裏大概有數，多半又係皇室內鬥、爭位逃亡嗰類悲劇。佢嘆道：夫人條件的確令人心動，但1000兩黃金唔易賺。我更唔想兩位本來陪我遊山玩水嘅嬌妻，陪我冒命，恕我有心無力。莊夫人亦嘆，語氣忽然一轉，柔聲道：我只係試你。項少龍背後有烏家，1000兩黃金，你會睇在眼內。項少龍苦笑：原來你早知我係邊個，仲同我兜圈。莊夫人噗一聲笑咗出嚟：你呢種身形相貌本來就少見，再講幾才女亦唔可能瞞得住。你哋名滿天下，妾身反而奇怪，你點會以為騙得過我哋？佢輕笑續道：換一般男人，我可能用身體換你出手，但我知道你唔會食呢套，咁不如明碼實價，做個對大家都有利嘅交易，如何？項少龍忽然覺得古怪喎，呢莊夫人既有平原夫人、貞皇后嗰種成熟算計，亦帶少少趙雅嘅挑逗，一副你唔合作就你蝕嘅神情，刺激得令人心跳。佢深吸一口氣，收攝心神。坦白講，我唔覺得夫人手上有乜值得同我交易。莊夫人胸有成竹，你今次入楚真正目標係李元定係田丹？若係田丹，妾身唔怕你唔答應。項少龍即刻瞠目結舌，
田單一事雖有小圈子知，但只限咸陽軍方同皇族核心。莊夫人點可能知道？莊夫人淡淡道：如果你知華陽夫人係我親嬸母，你就唔會咁驚。項少龍沉聲：夫人係咪由咸陽嚟？莊夫人避而不答，只道：你先答我係唔係為田單而來？若唔係，妾身就冇條件同你交易，今晚就當冇見過。項少龍腦轉如電，聽佢口氣，田單背後似乎有大文章。佢終於心動，嘆道：夫人厲害，你講嚟聽。莊夫人精神一振：我信你係正直君子，就算你知道我嘅秘密，即使唔交易都唔會洩漏，係咪？項少龍苦笑：我項少龍會害你呢啲婦孺？莊夫人點頭：我之所以知咁多，係因為李元心腹之中有我嘅人，你明白未？項少龍恍然：莊夫人係楚人，又係莊壯媳婦，亦係華陽夫人近親。李元身邊混入佢系統嘅人，合理得很，難怪消息咁靈。莊夫人忽然輕聲：項先生，可唔可以替我揭起面紗？我想面對面同你講一個你做夢都估唔到嘅秘密。項少龍皺眉：夫人身份特殊，我咁做於禮不合。莊夫人神色一儼：先夫5年前已被叛軍當街斬首，我而家唔屬於任何人，唔係又點會離鄉背井避難秦國？若唔係華陽夫人護我，我早俾楚人捉返去。項少龍嘆口氣，伸手揭起面紗。火光之下，一張怡親怡喜、充滿成熟風韻嘅俏臉呈現眼前，臉型稍長，但配上天鵝般修長粉頸，反而更顯氣質。下巴一點細小美人痣，恰到好處。最要命係佢嗰對水汪汪嘅眼，真係足以令男人心跳失序。佢古典味道不及琴清，但多咗一種琴清舞嘅大膽野性，令人不由自主生出衝動，怪不得要遮面。莊夫人見佢望得出神，含羞問：先生覺得妾身容色尚可入眼嗎？項少龍暗暗警惕，佢口裏話唔用色誘，其實步步都係誘惑。但佢亦明白，一個弱女子要為兒子為復國獲靠山，除咗天賦本錢，仲可以靠乜？佢苦笑：夫人唔使妄自菲薄，請講你嗰個天大秘密。莊夫人眼裏掠過一絲驚訝，低聲道：到呢刻我先明白點解寡婦清會對你情難自禁，單憑你說話談吐就知你非等閒人。項少龍更覺慚愧，只得道：復國為重，夫人千祈唔好對我起心，免得自添煩惱。莊夫人掩嘴微笑：你對自己好有信心喎，人哋欣賞你都要心驚膽跳，仲要你出言警告，真係世上少見。項少龍越同佢傾，越覺佢誘惑力驚人。更令佢心驚嘅係，佢發現莊孔等似乎都走開去斜坡幫手，而外伙旁竟只剩佢哋孤男寡女。佢立刻正式：我洗耳恭聽。莊夫人收起笑，語氣一沉：田單而家應該已經抵達楚都壽春。項少龍如遭雷擊：你話咩？莊夫人不緊不慢：田單仇家遍地，身邊長期帶住一個同佢生得一模一樣嘅替身。佢知道你唔會放過佢，所以當日混入李元隊伍一齊上路。你後來見到嗰個多半只係替身。項少龍背脊一涼，冷汗瞬間滲出。難怪田獵時田單咁低調，盡量唔露面。原來係咁，自己終究棋差一注，俾老狐狸反將一軍。佢腦內第一個念頭就係要即刻通知滕奕同徐宜戀，免得楚人反撲，令佢哋全軍覆沒。想到呢度，佢連呼吸都沉咗，整個人像被抽走心神。呢次真係一敗塗地。就喺佢失神之際，莊夫人面容忽然逼近，聲音貼耳而來：你助我復國，我幫你刺殺田單。項少龍一震：你自身都難保，點幫我？莊夫人神色肅然：李元可以賣主賣國，係因為孝烈王在後面撐佢。依家孝烈已死，壽春同滇國支持我哋嘅人大把，形勢已經唔同，否則我點敢回楚？項少龍愕然：孝烈王死咗嘅消息，唔通唔係你由李元嗰邊聽返嚟？莊夫人搖頭：當然唔係，我莊家喺楚根基深。莊孔係特地由楚遠道嚟接我哋返去，順便通知我哋。項少龍失聲：咩話？孝烈王真係死咗？莊夫人反而疑惑，望住佢，似乎唔明佢點解咁震撼。項少龍心中翻江倒海，自己誤打誤撞，竟真係推咗李元，趕返去奪權嘅形勢。世事之奇，真係離譜。佢深吸一口氣，目光一冷，斷言道：好，只要我能殺死田單，
我就盡力助你兒子重登皇位。